Hello， 各位好嗎？我個名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最近我哋有一位服務協調員 Vinny 同 Stephen 坐低進行咗一次 IPP 面談。Vinny 寫低筆記，亦問咗啲問題，同 Stephen 父母一齊幫 Stephen 更新咗佢份個人方案計劃。其實 IPP 唔止係一份文件咁簡單，佢仲反映出我哋同支援對象之間深入而詳盡嘅討論內容。入面包括有可能需要嘅基本服務、支援對象接受所提供服務嘅方式，同埋啲服務由咩人提供資助。喺協議最尾一頁需要支援對象簽署，不過我哋一陣再講呢一頁啊。IPP 指南嘅目的係去協助大量有智能或者發展障礙嘅人，以及佢哋嘅支援圈子，去審視同想象佢哋到底需要咩服務，令佢哋過到想過嘅生活。有啲人已經知自己嘅目標係乜嘢，但係有啲就要多啲時間同指導去探索要啲乜嘢。呢個時候就到你出場啦。你作為服務協調員，會用以人為本嘅思維引導成個計劃過程。我哋要小心聆聽，問深層次嘅問題，確保每個人嘅計劃都能夠反映佢哋真正嘅渴望同所需。由於目標嘅種類好廣泛，所以將佢分為12個重點嘅生活範疇。咁可以確保佢哋喺生活嘅每一方面都經過深思熟慮。IPP 亦係一樣。我舉個例啊，喺生活範疇入面好重要嘅一項就係住屋。喺 Stephen 嘅個案入面，我哋發現佢原來想搬出父母嘅屋企，轉為住喺我哋一個持牌住宅區 Sunny Oaks。Stephen 非常好彩，仲有房出租，於是 Vinny 安排咗參觀。你會睇過環境先決定搬去住，我哋嘅支援對象都一樣。嗰次參觀好順利，再加上有 Stephen 嘅規劃團隊支持，大家都認為 Sunny Oaks 非常適合 Stephen 居住。好嘢！喺 IPP 入面係咁樣寫嘅，我哋會由預期結果開始，一定要問你想你嘅計劃點樣寫。Stephen 想以第一人稱去寫，所以就會好似咁樣填。我想有個屬於自己嘅居住空間，但係如果佢想用第三人稱都得㗎。而家就填埋啲空位，完成份計劃啦。服務支援、住屋、支援方、Sunny Oaks， 開始日期就係入住當日，結束日期就係規劃團隊同意嘅日期。金額以一個單位計，住屋部分一個單位以一個月計，支援次數每個月提供一次資助，而資助方係指俾錢嘅人。坊間有好多虛假嘅資訊，話地區中心會承擔一切費用。你一定要明白唔同嘅服務係點樣獲得資助同埋來源，咁樣你先可以向你嘅支援對象解釋清楚。而家我哋就講下就業啊。Stephen 嘅預期結果係可以負擔買飛睇棒球比賽，仲有令人開心，同埋佢話過一定唔會做園藝嘅工作。Vinny 認為既然 Stephen 中意棒球，咁佢一定會中意喺球場做嘢。Vinny 相信自己問啱咗問題，但係佢假設咗答案，咁就產生咗唔理想嘅後果。我要炒你魷魚。Vinny 再集中翻用以人為本嘅思維，問啲更深入嘅問題，聆聽 Stephen 所講，再根據聽到嘅資訊行動。結果佢哋幫 Stephen 揾到份新嘅有薪實習。哦，隻烏龜好可愛啊！所以喺協議入面，服務同支援係有薪實習計劃，支援方係 Sunnytown 就業服務處。開始日期係訓練第一日，結束日期係開始日期1年後。實習計劃嘅資助係逐個鐘計。Stephen 想喺寵物店度做兼職，分配咗1星期30個鐘俾佢。實習計劃就由地區中心資助。就係咁繼續填，直到填晒所有揀咗嘅生活範疇。完成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去協議部分。你嘅支援對象可以同意所有服務、部分服務或者全部唔同意。仲有，如果地區中心更改支援，令到支援對象有異議，佢係可以要求一份行動通知嘅。跟住，我哋要檢查3個非常重要嘅項目。首先，確認佢哋收到地區中心喺過去1年所提供資助嘅服務聲明。第二，你哋討論同分享咗有關目前或者未來 IPP 任何變動嘅內容。跟住第三，約定下一個 IPP 面談日期。呢份計劃有效期係3年，呢段期間我哋會按住需要每年至少更新一次，視乎生活條件而定。而家討論有關佢哋權利嘅特別計劃同資訊。首先講下自我指導，
意思即係要討論一下自決計劃、自我指導服務，同埋講下點樣管理佢哋自己嘅服務與支援，同埋服務提供方。福利與機構守則當中第4731條講明，如果支援對象對地區中心或者服務供應方有任何申訴，地區中心嘅機制必須設有專門申訴程序。舉報人政策代表，我哋嘅支援對象喺接受服務嘅地方，匿名舉報非法或者不當活動都會受到保護。加州政府指出，喺競爭力綜合就業範疇裏面，應該優先考慮患有 IDD 嘅人，而作為服務協調員，只要有人符合資格同表示想揾工嘅話，我哋就應該優先協助佢哋求職。呢個做法亦係同我哋學校系統合作嘅好機會。而且地區中心有義務協助患有 IDD 嘅合資格選民去登記投票，每個人都有發表自己意見嘅權利㗎。地區中心可以開發交通接送計劃，協助有能力嘅成年人安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冇能力嘅會提供來往日間服務同公共場所嘅交通。我哋一步一步咁完成咗呢份 IPP， 仲有一件事要做，簽名。當支援對象一簽完名，之前討論過嘅所有嘢都會成為 IPP 嘅一部分，而每次當份 IPP 有變，所有人都要重新簽一次名。記住啊，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你將啲文件砌到好靚，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㗎。